大家好，分享收看出名台会，我是翁小 K。因为今位来到的是会拍有2000人工厂，了解嘉义人竹徛乡贡花村嘅定本的撒气哦。了大部嘅动体见面係200年前读清朝西退，了解福建省云亭嘅行业嚟到了大部的开封大拿哦。看看呢了片读莫从阿里山嘅风景区很有名，也因为安嘅关系，所以了大部保留的动物环境有丰富嘅自然生态哦。了解生态观光度了纪念的景类景西行，今晡安尼村民大会为当来到了解定本的撒气哦，为了采提嘅村民还有相关嘅主管单位了增加复杂，同下来同探讨用古道生态有古道动体嘅经济利益，安尼两批许多讨论嘅现场。开会了！大家聽聽講條，來到討論嘅現場，除了點前嘅散檔嘅那個是總條，從下來討論，了到東西行嘅那個生態觀光哦。兩批為大家紹介來參加嘅特別來賓，第一位紹介係負責代表，佢係體育生物研究保育中心嘅何建榮、何組長、何組長早。各位鄉親早，鄉親大家好。歡迎你哦。那接下來繼續要介紹的呢，就係安尼那個定本呢發展生態觀光嘅兩台主管嘅機關哦。提前紹介係嘉義林管處嘅秘書楊水芬，楊秘書早安。是主持人、各位來賓、各位定本仔的鄉親朋友，大家好。你好，歡迎你好。看看聽日咧紹介係阿里山國家風景區管理處嘅副處長馮景貢方副處長，早安。大家好，主持人好。歡迎你，看看最尾一個係採提嘅研究文史工作者哦，咧紹介機係嘉義市土長準文化學會嘅理事長楊慶良楊理事長，早安。早，定本仔的鄉親，我們很久沒見面了，今天又來了。當然現場呢有位分享到了片本呢個定本呢個採提鄉親哦，大家好，早。大家都真心哦。今日前日當分析來到了當點前嘅社總條哦，佢嘅題名當電影上按到定本啊。不過呢個定本啊，佢當電影嘅寫嘅名上，見來見打出去係因為佢保留了當豐富嘅生態資源咯。因為你下先跳過一段畫面樣片，就下來認識了解定本嘅豐富生態資源。阿里山海拔1000多公里邊的山坡地圖，有的人講係青昂的總頭。本來我們就是笨嘛，係啦，即係較講實話，見人哋急嘢就較巧啦。一群剛剛市的村民，大多數攏係對永天路的客家人，100多年前來到定本的，一直過得傳統的農耕生活。睇下看唔到無砍斬的開發，故所留下的豐富的生態，打下的發展生態觀光的基礎。我都贊成，做生態觀光真好啊，咱地方家己有推廣的就對啦。有些年村民聽下的社區公約，每這個歷史基礎，開始推動野間生態拓展的行程，本業也以後定本的建安建鬧熱。頭到尾巴總長大概90公分，哦，它整個那翅膀呢40公分，好可愛啦！蘇拿地圖除了村民，很多人欣賞，除了火焰蟲，很多人探照點的講。講起做完那啥的時候都不告訴遊客了哈。不過這個來到讓人有一個驚喜哈！哎，奇怪了，我要看螢火蟲，怎麼看到白面鼯鼠了？不知道哎，對，只知道有螢火蟲而已。你覺得最好玩是什麼？今天可以看到白鼯鼠，這樣子也可以接近大自然啊，然後也可以接近一些生態。對，來這邊，它在田到羽毛。來這個角度看也最清楚。來，加上避暑非常嚇人的注意，受到太人同生人的歡迎。唔過把本人說，唔事先同人客講嘅情況下的生態拓展，究竟係消費生態，還係真正做的落實生態教育？我們要把握時間哈，對，我家一隻灰鼠，我們不會照超過15分鐘了哈。自從我們94年開始從事於這種灰鼠的保育，慢慢的。我們生態旅遊的保育的成果也看得到了啊，整個來講，我們干擾度是降到最低。如果說像有的季節是母灰鼠會帶幼鼠出來覓食，我們會馬上離開。
所以吼，恁若是讲安尼来，啊，恁就有了解就讲吼，阮的迄个。抗议人案案其实是非常有智慧的，但本地村民希望透过生态讨论，除了保育，还做得增加经济的可能性。这个环境就是咱爱付出，爱去经营，去美化嘛。啊，咱就是甲咱的迄个土地吼，莫去甲破坏。村民希望用好好对待土地的方式，本在地的产业同生态观光做得共存共荣。如何的生态是因为人类大土的落教，生态同观光安样的操作，将做得冲突双赢咯。在阳平地图，你看到引导自然生态生物嘅互动真紧动感同意哦。不过，伊专门提落嚟哦，等到呢个生态向上观光嘅细节，提提吼为咗而则看到嘅发展哦。其实呢个生态利用嘅发展嘅信息，具有一个演变史，然后来宾也可以一起看一下。因为没有人为的干扰，所以它环境自然保护得非常好，保留了丰富的生态。那当然呢，就有它具备了发展生态观光的条件。在这种高度开发的现代社会，物以稀为贵啊，所以游客就会被吸引来了。那么大量的游客进来了之后，为了一些旅游设施提升它的舒服度还有满意度，就会有一些设施进来，比如说公路啊，或者是说停车场。那这些大兴土木之后呢，因为人声杂沓，多少就会冲击到生态环境，那可能没有几年，这珍贵的生态就玩完了。不知道大家敢不很安用呢？其实那个发展，如果说要在这样子一个公式性的变化上，如果说一个机制逆转，可能要在游客来了之后，要画上一个虚线，打上一个逗号，大家休息喘口气，想一想，我们真的要大兴土木吗？如果真的要开发，是不是要低度开发才能够走向永续？所以你下动都该复杂转嫁，是特别针对的了解生态利用的定义哦，它的定义至少要包含4大内涵。你来看到哦，其实在生态上的观光4大内涵，你看到环境嘅冲击会最小哦，就会讲要保护重要的自然资源，汉卡呢为尊重动体改文法，也就是说要能够展现结合在地的特色，就好像我们顶笨仔那么特殊一样。汉卡呢动体嘅经济利益要为最大化，那么至少地方社区呢也要因此而得到一些收益。汉卡最媒体嘅哈，可能系游客嘅满意。游客来这边不只是吃喝拉撒睡一般的游玩，它跟休闲农业一般的观光是不一样的。它特别强调的是人对环境负责哦。所以呢，游客来这边不只是得到了知识，还要得到自然的体验。来篇强文，你改啉滚出改用水分用笔数哦。照这样看起来，如果说一定要排序的话，唔定一起都系生态观光，也系讲观光生态，在排序上你的看法会是怎么样？是谢谢主持人哈。那有关生态旅游跟旅游生态哈，其实这2个都是一个态度问题。那生态旅游我们是以环境为主体，然后去推展旅游。那至于旅游生态，是我们已经去行动了，然后可是呢，还是要去了解到生态的重要性。所以这个旅游生态跟生态旅游，我觉得是同等都是态度问题。是，尤其是保育这个重要的核心概念，一定要植入这个旅游的行程里面哈。接着问题，我也要请教我们阿里山风景区管理处的方副处长哦。不晓得你觉得哦，在这些服务游客在观光取向上，在这样子的生态观光的定义上，你会觉得孰轻孰重，或者是要怎么样来做才是能够兼顾到平衡？我想尤其我们讲求这个生态的观光，那我们相对的游客就要有一个认知，就是我的舒适性要随着当地的文化环境来做调整。对，所以说你在都市里面5星级饭店，你可以大可的去享受你的住宿的一个舒适度、那个理想度。那你到了如果说像我们社区里面生态旅游地区的话，那我刚才讲了，你就要符合当地的环境，甚至当地的这个建材呢、生活方式呢、跟形式，还有一个就是也要符合当地的一个生活的要求。比如我们这边是本身就是一个保护水源地区的，那对于水的需求，我们可能就要有所节制。那这个来讲，就是第一个就是社区本身要有共识，游客来到这边也要有一个认知。因为我们既然是从事生态旅游，那我们基本上就是来了这边要学习如何跟环境互相相融，甚至学习。是，所以学习这份相融，你看到我们这边的公共基础设施系都是最基础基本的，能够顾及到安全跟
地变性一点点，但是主要还是能够尊重当地的自然生态哈。不止当地的自然生态，还居民的感受。居民的感受哈，对，所以尊重当地文化，尊重当地住民，所以这都一并考量进去的。所以生态旅游说起来真的是丰富多元。好，谢谢你的回应。这边问题我继续请教杨理事长哦。听话讲到啦，有古都季节，有的古都生态哦，在你实际第一线在社区营造工作这么多年，从地方的角度来出发哦，你觉得如果说要顾及到环境生态，刚刚2位主管机关都提到了，是不是也相对意味着当地居民在做相关社区营收的时候，他必须赚少一点的钱，是这样子吗？会有他一个碰撞冲突吗？其实未必。哦。它之间如果整个盘整好，从文化面、从环境的的了解，然后盘整完全清楚的话，其实它并不微薄，它并不冲突，它是可以相辅相成。但社区走到今年从开始营造到现在算起来，他们成立到现在有7、8年。但相对的这个社区，我的观察，它的社区营造其实从老祖先带到这里150年，他们其实很标准一个社区营造，他不需要所谓的专家来指导他怎么社区营造，他们做得很好。是，那不求游客的量吗？因为量不是可以带来价。其实从他们现有的资源来调查的话，当然表面来看，游客量多，会带来很大收益，但是相对的对社区的整个环境会造成很大的排挤效应。那这个时期看来，以我自己的看法，我认为是一个知性之旅，而且是用漫游的方式来定点的2天、3天、4天。相对的，社区的产业准备好了没有？这一点我是蛮重要的。所以那种内在的软实力哈，要怎么样呈现是个重点。何博士这边也要请教哦。刚刚听了3位来宾这样的意见分享以后，你觉不觉得哦，就是在地方在推展生态观光的时候，那个所谓生态跟这个观光的两边的平衡哦，在你来看，你觉得会是怎么样一个做法？会是不是我们来的人心情要轻松，但是对生态的心态却得严肃？对，那当然，我是觉得，我现在谈一下，就是谈永续的概念哈。那我们这边是要透过这样子的一个生态旅游，让地区能够这个社区能够走向永续之路。那这样子的一个生态旅游才是有生命，才会有延续性。那当然，进入到这边的这个游客，我想当然因为我们这边的旅游是属于小众旅游，并不是属于大众旅游的形式，所以必须要遵守我们这边的一些规范。所以我是觉得我们当地有那么好的文化，有那么好的这个生态，那也有这么好的这个环境设施。我想透过这样的一个旅游，我是觉得在这个生态旅游的这个规范上面，我想让游客有个初步的认识，那做一些初步的这个过滤，让他们能够进入到这个环境里面，能够体验这样的环境。那我想这个才是让他们回去以后能够深思啊，我这一趟来这边旅游有获得了什么，让他们有一个 feedback 以后，能够让这样的一个旅游的形态能够延续下去。其实啊，动作改有好多道理啊，特别定本在来聊过，还有转移，我都觉得这里的生态那种自然、那种阳光自然洒下来的感觉，真的都融化他们的心了哦。因为地道了个定本呢哈，跳过200年前，还到台流福建个听酒了个云听个客家音乐都了打不哦。大家很多这边的在地居民很多都是姓刘的哈，都是同一个开台主的这个亲戚关系啦哈，所以大家的这个社团的团结性特别高，社区意识也特别强。因为动氛娱乐的了打不，我在谈哈。你们在做设计营造，刚刚4位来宾都非常肯定。除了这里自然生态这么美好之外，尤其重要一个是软实力，就是来自于社区居民的团结凝聚的共识哦。那这边我就要来请你们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哦。在过去参与这个社区的整个营造工作也好，或者是观光生态的导览也好，你们做了哪一些？那你们付出的心力还有你们的心情。好，来强问一下，先生你好，你是在地居民吗？哈，是的。好像自己本身也是导览人员。是的。听说你有一个故事，你过去是猎人，那现在是保育达人了。猎人变保育达人，告诉我们你的心理路程。我这个心理是我老婆的一句话，改变我的一生。以前我是猎人，我老婆劝说，从此以后走入生态的保育的工作，整个文化协会一起。大家来做生态保育。哇，所以这是一个很感人的生命史的转变哦。那我好奇了，除了你个人之外，在这个生命上对这个生态有这么大的转变之外，那社区全体人员是怎么样来
凝聚那个共识？你们有什么社区公约，或者大家有什么样子的一个心理共识，一起来推这里的生态？对我从刚起始，我们文化协会理事长要我们一起开会来共同来组一个保育组，一个保育组来共同维护这些生态。那请教你自己的工作，这边的生态丰富在哪里？我们这边生态包括很多你说夜行性的还是白天的？如果就讲夜行性，你过去打猎是猎什么？大部分都打白面鼯鼠比较多了。那现在呢？如果当你不猎它，不是用猎人的眼光去看它的时候，你看到新的白面鼯鼠了吗？这很骄傲在7、8年前有在猎它了，现在想起来真的怎么那么傻？一只白面鼯鼠打下来吃到3天就变成肥料了。现在一只在那边让游客看的话，我一只可以享受多少获利？所以呢，关键对白面鼯鼠有像家人般、朋友般的感情就出来了。对，是的。谢谢这位乡亲哦。你现在占用一下时间看一下这个白面鼯鼠它的照片它的特写。你看这白面鼯鼠真的很讨人喜欢，它的嘴巴戳起来，它正在吹口哨。其实我们的同事来采访，告诉我们说，这个白面鼯鼠的叫声就好像在吹口哨。你看它嘴巴圆圆的，看起来有点轻佻，其实真的是调皮逗趣的不得了。就是因为这样子可爱的生物让在地人开始反思怎么样来推展他们的生态观光。还有其他个乡亲朋友有的让你分享的吗？请开始。其实我们社区之所以能够我们很骄傲自豪的能够比较永续的发展，最主要是我们社区先有社区还没有做任何的硬体或者是发展我们的民宿、休闲民宿之前，已经做一些软体的建设，包括村民的共识的凝聚。开始硬体之前，我们有做过详尽的资源调查，解说员训练。带着大家一起来参与，包括社区环境的改善、美化，也跟让社区居民知道说我们社区未来的走向我们准备发展的方向。这一点在我们社区除了经营民宿以外，没有经营民宿的，他基本上的认知跟共识都是非常高。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基础然后有了这个基础以后，我们这包括后来的一些我们相关的单位，林务局也好，或者是阿里山风景区管理处相关的单位的建设，是因应着我们的软体的需求，做必要的这样的规划跟建设，所以不会过度啦。好，高开放寄回本乡亲朋友，我请教一个问题别的地方花大钱来盖5星级设备的饭店，我听说我们在地小小的顶笨村也是5星级服务该还吗该？对，我们这里的生态资源有5星生态资源来这里的游客可以看到5种星星除了如果天气好的时候可以看到天上的星星。这里很特别的就是也有每年的5月到10月，你都可以看到地上也有星星，而且树上也有星星，树上的星星2种不同的星星吗？还有除了这样，还有飞舞的星星，还有水中的星星。赶快跟我们讲这四种星星是各自什么？其实天上的星星那是伫多数看阮家无光害嘛路灯又少，所以可以看到天上的星星。再来呢？另外地上的星星就是荧光菇。荧光菇对，会发光的。每年的5月到10月都可以看到。是星星，没错。第3种飞舞的星星在这里一年可以看半年包括现在也都还有蛮漂亮的。是不是萤火虫？对，就是萤火虫，哇，好棒！那再来呢？还有树上的星星，树上的星星就是我们的大夜班那个白面鼯鼠啦。365天都可以看到的。这眼睛在夜间是闪闪发亮的。对。哇，好有意思！谢谢你告诉我们这5星好，谢谢你。其实我还再补充。还要再补充。上主要就是阮社区居民对这个5星的保育对游客的友善对这生态的友善，这就是今仔日阮生态旅游上大的今仔有这成就，就是爱感谢咱。今仔你也看，阮这叫友善社区，大家拢虽然讲叫做定本其实大家拢足鼓意的那我可以再问一下这位大哥吗？你好在发展生态观光之前跟之后，社区的改变是什么？改变最多了
其实有一个慈悲心的产生。哦。每一个村民哦，较早拢相互残杀啦。哦。啊，即马大家我拢感觉吼，足上核心价值它产生它的慈悲心，人与人之间，人与这个物之间，人与动物之间，因为会感觉去爱惜它嘛。是。啊，因有迄产业，懂得去疼它嘛。嗯哼。因为疼它，啊，你会介绍人客，啊，换人客来，伊搁激发咱讲。因为咱话学袂到，话人客来，他佫提供资讯给我们。对。咱你们去保护，较早是看到张纸就甲踢掉的嘛吼。哦，真正吼。啊，看到迄肥肉就拍来食嘛。拍来食，拍来饲安尼。看到鱼也要电哦死要摕倒来食嘛吼。哦，迄种暴力之气拢改变啊。就做这个产业生态生活，吼啊个，这三生共体，啊，你会产生一个慈悲心在，就讲你去保护。资源是保护环境是啊，为迄个心啊，大家共同一体啊。年久月深，规庄人大家拢迄个慈悲心走出来。我是感觉这是阮的成功上好的所在。所以你看到其实台湾个用个公共生态确实在发展过后，不过呢，在国体去在发展那个生态旅游，才发现一个危机，甚至有时候是不可逆的。我们来看到，就全台湾各地，这只是。举一些例子哦，还不是骗局哦，哈。我们来看到一些生态受到人的冲击跟破坏。我们看到，比如说像台南七股的西湖哈，人多杂踏就会冲击环境，影响生态。然后再来呢，你看宜兰县大同乡的范范溪，不止人进去了，吉普车也进去了，好，那个4轮传动的大轮子就这样碾过去，当然生态也破坏在殆尽。圣母峰也知道是现在全球最高的垃圾场，像东京的那个富士山哦。太多的那登山客都朝圣过去啊，整座山头没有方便的设施啊，人家方便怎么办？所以整座山头是臭烘烘的哈。还有呢，你看游客行为不当，这个赏萤的栖地也受到破坏。我们刚刚讲到了，我们这里顶笨仔的赏萤生态是相当丰富。如果说没有大哥讲的慈悲心，大家人人都来抓一只回去养的话，就破坏了整个这个生态。还有宜兰南澳的神秘湖，空开了以后也就不神秘啦，它油气压力也是很大。还有呢，这个保护区会不会形同虚设？因为人就是一窝蜂的涌进去的时候，还有你看，一年30万采，1000人采万人采，一块可能要日积月累，今年万年的生态就这样破坏了。这边问题我要请教一下，那个我们观光处的这个方副处长哦，你看到这些各地的这种生态观光受到的一些冲击事件，你是不是人口显然无法消化，或者是说做法不够细致，才会造成这样的冲击？我想说，任何一个旅游地区啊，基本上都应该有一个总量管制的一个观念。对，一个观念，我刚讲的意思就是说，因为你还没有达到那个承载量的时候啊，你直接就讲出总量管制，那是一个观念。是。哦，那当然，如果说发展到一个游客量已经达到我们的承载量的时候，那我们就要严格来执行所谓的总量管制。那现在在顶笨仔地区，你已经觉得有达到总量管制的需求吗？还是说，如果还没有达到你刚刚讲的那种承载量的部分，那我们应该怎么样在细致的做法上去避免这些问题？那所以说我刚才讲，在95年，我们大概专家学者就来辅导他们，像刚才他们所讲的，从他们的资源调查开始，然后居民的共识，然后游客旅游的一个遵守的守则，那我们就比如说有赏萤啊、赏蝶啊，甚至这个观看这个白面鼯鼠啊，或者是萤火虫，那我们就是会制定一些游戏规则，那也就是一个守则。那当然来讲，就是说本身我们在这边建设上来讲，我们也会尽量用当地的地形，那来做一些设施，比如像停车场来讲，我们会尽量利用空地或者道路的避车道来处置这个停车场大量的开发。所以说，基本上我们本身在建设上，可能设施上就会有一个所谓的一个承载量或者一个总量的一个观念。那在社区里面，当然我想说，大概它集中量最多的大概就是萤火虫季。那目前我们也在注意到这方面。如果说萤火虫季已经达到一个承载量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跟社区来做一个所谓的总量管制，也就是要达到一个永续的经营，一定要有一个管制的一个措施。是，谢谢杨理事长，你怎么看呢？在85年的赫伯台风的时候，这个社区整个对外交通通都断掉。如果各位记得，我们将近有1个礼拜以上的外来的资源断缺，粮食断缺。那时候整个大阿里山系的粮食只可以到10桌，通通没有办法进来。
但那时候我带了嘉义凤凰车队、吉普车队，用1个礼拜的时间运到每一个社区去，包括来吉。当运到光华的时候，都得崩岗靠去进不来，进不来。那我的一个副主任告诉我说：“因大家拢比咱较好呀，金华人国较大条，现在那个上亿物件。”我讲是救急不救穷啊。他问题是粮食短缺啊，因为包括空投都来不及啊。所以那时候我是认为说，当一个社区可以自给自足，可以自己认识自己，那个时候不求他来支援的时候，那是最完美的，那才叫生态。那当然上级好意来做支援，这是最好的及时雨。但社区如果准备不够，反而是带来一些破坏。所以你认为社区的装备要完整，包括它在变成一个不得已变成一个孤岛形式的时候，要能够自给自足。对，然后这个是从表象来看，但实质上社区真的自己知道自己从哪里来。那对文化人文的经营，对整个历史发展的脉络知道吗？有深切的了解吗？何博士做的赖博士做的那个计划书我看了，相信大家也知道，好像都很完美，都做调查。但是我的看法，他并没有跑出94年在营建署做的生态旅游点的简报。所以您的意思是希望这个地方还可以再更进步深化，我的期待是深化，各位，我的期待是深化。不要就这样满足，也不要避掉未来会发生的事情。因为财路是不能挡，那是越多越好。但是在这个当下，我建议未雨绸缪。这点是很重要的。所以你这就还不是从观光的角度了，其实在自身的力量，希望能够展现。对，因为我的立场不需要为游客服务，你如何自给自足？因为这个地方合法的民宿就5家嘛。那5家政府规定是5个房间以上左右嘛。那你告诉我你可以容纳多少人？那剩下的人呢？是。这个是严重，剩下的20几户，你经济来源从哪里来？是。这是我比较关心的。谢谢杨理事长点出的问题，不晓得2位主管机关在对地方居民，过去你们推社区林业也好，或者是推希望社区能够一起来分摊这种共同发展维护的这个责任，一起来共同让这地方繁荣起来。不知道你们对这边的配套做法还有辅导措施是什么？刚刚讲说它的意义在3生，第一个就是生活，那这个生活其实就是文化的这个所有的全部。那从早期一直到现在，比如说我其实还不太了解刚来的时候不知道说，我们顶笨仔最早其实是因为是客家庄。对，好，那这一个部分其实可能很多社区的人还不尽了解，有的老一辈的可能就比较清楚。那像这个就可以再去深化那你们要怎么样协助他们再次深化？是，那这一部分我们政府能够提供的除了我们刚刚讲的社区林业的一个制度面，不要让他们走得太快，我们是有设计的层次性的，然后再来就是我们会在技术面的一个平面来提供这一个技术面的提供我想在他们提计划的时候，我们会找学者专家来去做一个辅导来提出建议。这个部分走的是一步一脚印的是脚踏实地的在走。我想至于说杨理事长他所提的这一个未雨绸缪，也是我们在做的这里因为有第1阶段才会进到第2阶段的一个整体规划。这一部分确实要想到，只是社区还是要一起我们也愿意一起跟社区来努力。那当然这个生活就是一定是从自主开始嘛，行有余力才会去对外发展。好的，谢谢秘书的回应其实喘一下休息一下的时间可能已经到了好，你都紧紧歇困公共各项影片个转到讨论嘅现场，你谈出面大家嘅意见。